多谢以前来看高雄的消息，高雄的检调嘛出手啊，负责主导罢免高雄立委柯志杰这个高雄罢捷这个双罢捷的这个团队呢，早去和调查局所属检调的专业人员去到两个所在领衔人家联署的地点去所属，连这个联署的志刚嘛真不满的去冲突。这个领衔人徐尚贤表示讲，因为联络未到总干事朱磊以及另外一个领衔人这黄宏基，嘅怀疑讲已经被人带走去啊。徐尚贤呢，并且指讲检察局调查局并无这个区票，那会使将人带走。啊，根据了解，这件所属案件可能甲死亡联署、甲幽灵的联署等的案件有关系。不过，敢有约谈相关人员，还是带等去相关的人员，检调目前无回应。手票拿出来！公务人员办事要公正，马上拿出来！两位调查局人员到罢捷联署站，想要带走现场的志刚，伊的身份是总干事朱瑞太太。你拿出来！让他拿出来！你不用跟他走，你慢慢跟他走。这个下次这个年轻人，我们支持你。要求提区票，若无就袂当甲任何人带走。你没有收手票，你是坏人。他怎么知道你要抓他去哪里？在去时间，高雄罢捷团队伫咧中山路总部叫检调人员所属。徐尚贤讲，第一时间无联络到总干事朱瑞，和另外一位带头者黄凤基，怀疑人扣带走。调查局呢是已经抓了朱磊，已经失去自由了。我合理判断朱磊已经失去自由了。那我们另外一位罢免黄捷的领衔人黄焕芝女士，据我所知，调查局也找了她。带头者黄凤基的查囝受访问，讲因兜处理扣敲吹，妈妈嘛扣带走。他也有去你家搜索，对，为什么他也要去你家搜索？因为是领衔人的关系。好。所以他4个人有带搜索票去找？有。调查局向阳所属主导罢免民进党立委柯志杰，这个团队重点包含带头者大所在，含真侪位联署站引起外界关注。根据了解，这边行动可能甲最近民进党含检调所讲的死亡联署、幽灵联署争议有关系。检调人员即马针对敢会约谈，或者是带走相关人士，拢无加讲，敢若讲侦查行动搁伫咧进行，无方便回应。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